佢師出名門正派，喺武學上極有天賦，但就成咗黑道社團 14K 嘅雙花紅棍。佢曾踏足歐洲，幫 14K 荷蘭教父易中鞏固勢力，喺當地開設武館，打得當地黑幫心驚膽寒。喺見識到江湖嘅險惡後，佢開始專注於傳統武道嘅傳承。喺柔道同跆拳道等外國功夫興起嘅時候，傳統武術日漸式微。佢喺國際舞台上1分鐘打出咗238拳，又打出咗280磅嘅寸勁，創下2個項目嘅世界紀錄，為國爭光。佢就係出身紅佛派嘅 14K 閃電手洪錦培。洪錦培生於1945年，自細就生得又細粒又瘦。由於屋企入面經濟拮據，佢早早咁出去打工，為父母分擔。佢嘅住處附近有間名為武館，入面嘅師傅專門教紅佛拳。洪錦培經常喺武館門口睇得如痴如醉，對於武道好痴迷。喺佢賺夠咗武館嘅學費後，即刻帶住錢嚟拜師，從此成為紅佛拳弟子嘅一員。紅佛拳作為未來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當然係有佢獨特嘅地方。洪錦培所在嘅呢間武館係喺1921年創立嘅。創立呢間武館嘅人唔簡單，佢係紅佛派第6代傳人白無照洪照成。洪照成曾喺佛山嘅武林擂台上連打3場，並且3場全勝，呢個令佢聲名遠播，紅佛拳法亦跟住名噪一時。後嚟洪照成帶住3個仔前往香港開疆拓土，個仔洪耀宗得到佢嘅衣缽傳承，成為咗紅佛派第7代掌門人，亦就係洪錦培所在嘅呢間武館嘅館主。洪錦培不僅係個武痴，更係一個練武奇才，日日沉浸喺武館入面打拳。比起其他人，佢精進嘅速度快咗唔少。師公洪照成嗰時已經退居二線，不過見到洪錦培係個潛力股，得閒嗰陣亦會指點一二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洪錦培對紅佛拳38式拳法滾瓜爛熟，以洪拳為首，以佛掌為弓，腿上腰馬合一，掌上以快擊緩，無論係力量定係速度，都算係當世頂尖嘅行列。1973年，洪錦培到旺角開設一所紅佛拳武館，嗰年佢28歲。嗰時武館唔係可以隨便開嘅，手頭要有真功夫先開得，因為啱開業嘅時候，往往會有其他武館嘅人上門踢館，類似喺度考驗新開武館嘅呢位師傅係咪有能力教導弟子。但洪錦培身為頂級武道高手，3兩下就將呢啲前嚟挑戰嘅友仔打得落花流水。自此，武功高強嘅洪錦培喺本地人心中留低咗深刻嘅印象。嗰陣時，香港江湖黑道仲係以打打殺殺為主，邊個嘅馬仔多，拳頭硬，邊個嘅地盤就大。唔少黑道社團都會將馬仔送到武館入面練拳，提升戰鬥力，所以黑道社團同唔少武館都有住千絲萬縷嘅關係。洪錦培喺旺角混得風生水起，旺角有唔少馬仔都拜佢為師。喺佢呢度學拳，由於洪錦培教得好，引得旺角知府登門造訪。旺角知府講嘅係 14K 嘅超級大佬雷仔添。當年 14K 能喺旺角企穩腳跟，就係因為雷仔添。佢係 14K 派盧分會創始人盧少允最得意嘅弟子。後嚟盧少允退隱，雷仔添接過咗衣缽。佢同 14K 創始元老歐文一同被譽為雙子星。14K 嘅荷蘭教父易中亦係佢嘅結拜兄弟。罪惡大佬華喜、黑白無常等叱咤江湖人物皆出自佢嘅門下。佢嘅女仲嫁咗俾和勝和嘅坐館崩嘴崩。雷仔添對洪錦培嘅身手好驚嘆，一心想將佢招入社團，壯大自己嘅實力。而對於洪錦培而言，佢雖然功夫夠硬，但開武館嘅難免會遇到一啲江湖糾紛，能有一個強大嘅靠山，不僅可以免去好多麻煩，對自己嘅發展仲好有幫助。於是洪錦培加入 14K 社團，拜喺雷仔添嘅門下，靠住一身本事，好快就成為社團嘅雙花紅棍。荷蘭教父易中曾經係江湖上最頂尖嘅高手，佢嘅洪拳同蛇雕手已經練到出神入化。佢同雷仔添又係結拜兄弟，作為武術高手，技癢嗰陣自然係經常到武館同洪錦培比武切磋。喺長期嘅以武會友之中，兩人亦建立起深厚嘅友誼。同年
奕宗同和合圖社團嘅大佬有糾紛，最終和合圖大佬墜樓身亡，奕宗被通緝，只能逃到荷蘭，投靠當地嘅 14K 大佬火麒麟。奕宗仗住自己高強嘅武藝，將嗰啲海外黑道打到落花流水，逼得對方走投無路，一時間 14K 喺海外崛起。但冇諗到嘅係，冇耐後火麒麟俾人偷襲身亡，少咗主心骨，奕宗主持起大局亦有啲吃力。1975年喺雷仔添嘅強烈建議下，14K 社團高層叫洪錦培借住到海外開武館嘅名義嚟到荷蘭支持奕宗。武館開張嘅嗰一日，奕宗同當地社團大佬陳元某前嚟道賀，不過陳元某就唔認為奕宗推崇嘅洪錦培武功有幾強。洪錦培個頭唔高，睇落去亦唔係好強壯。除咗奕宗一行人之外，仲有幾個不請自來嘅客人，就係當地嘅另一個社團亞公黨。亞公黨同當地 14K 社團勢成水火。呢次洪錦培嘅武館開業，自然係要上門殺一殺 14K 嘅銳氣。亞公黨嘅頭目身後仲跟住幾個洋人馬仔，呢度入面有黑皮膚嘅，亦有白皮膚嘅。不過佢哋都有個共同點，就係身材高大威猛，身高都係1.9米以上。面對呢個洋人嘅挑戰，洪錦培嘅身高不足1.7米，但佢並冇退縮，並且仲獨自一人面對。喺陳元某眼內，洪錦培肯定係要輸嘅。不過好快，洪錦培就令佢見識咗咩叫做以貌取人，咩先係真正嘅中國功夫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以快打快嘅洪佛拳喺洪錦培手入面印證咗呢一個道理。只見洪錦培靈活咁喺呢班洋人馬仔之間穿梭，腳步快如奔雷，招招制敵，打到亞公黨呢啲馬仔個個倒地不起。洪錦培嘅洪佛拳不僅嚇退咗亞公黨，仲令陳元某驚嘆我哋中國傳統武術嘅厲害。當日嘅宴席上，陳元某連連舉杯，一方面係敬佩洪錦培高深嘅武功，另一方面則係為自己頭先嘅不以為然表示歉意。第二年，沉寂1年嘅亞公黨再度對 14K 社團發動攻勢，陳元某慘遭伏擊身亡，奕宗則被捕入獄。睇到江湖如此險惡， 14K 社團冇咗主心骨，洪錦培亦跟住退隱江湖，執咗武館，翻故鄉。此後醉心於武學之道，唔再參與江湖之事。翻到香港後，洪錦培嘅師傅洪耀宗創立咗洪佛派國術總會，跟隨時代潮流。洪耀宗由洪佛派嘅掌門改稱為會長，洪錦培作為第8代傳人，則擔任永遠監督。80年代，隨住跆拳道同柔道等外國武術嘅興起，傳統嘅武學逐漸沒落。為此，洪錦培挺身而出，喺國外嘅一啲電視節目中大放異彩。面對住鏡頭，洪錦培可以喺1分鐘之內打出238拳，之後又以寸勁發力打出280磅嘅力量。呢2個項目直接創造咗世界紀錄，並且被載入歷史世界紀錄入面。洪錦培一出手就帶住中華武術喺東洋武林中揚名立萬，並且仲贏得咗閃電手嘅美名。自從嗰次之後，嚟揾洪錦培求教嘅人不計其數，唔單止本地人，有啲海外學徒都不遠千里慕名而來。多年後，洪錦培門下弟子遍及世界各地，唔少弟子學有所成之後，帶住洪佛拳到自己嘅家鄉開枝散葉。至今喺海內外學習洪佛拳法嘅人數已經超過咗10萬人。2018年，洪錦培已經73歲，不過佢依然精神爽朗。喺黃飛鴻167周年紀念日上台打咗一套洪佛拳，一次嚟致敬黃飛鴻。年紀咁大嘅佢喺台上打出嘅拳法依然力度十足，贏得在場眾多觀眾嘅喝彩。2020年，洪錦培受邀出席香港世界拳壇邀請賽嘅開幕式，佢再次上台，手中嘅洪佛拳依舊虎虎生風，佢仍係昔日嘅閃電手。